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5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富宪。最好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台东国考好小风，热到40度里破纪录，气象局提醒军力拢会变西北风。高雄市长补选热噗噗，南北两党继续拍主席牌，民进党侧苏贞昌来徛台。中国官媒宣布，解放军队今日开始对南海实弹演习，恐惊是要反制美国。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最近是小山炎好，台东国考好小风，竟然热到40度里，是台武气象站历来上热的纪录。也因为天气小热，各道对流正旺，气象局提醒，到后礼拜二，恐惊是日落西北风。日头拍伫台北滨海公园山坡顶悬小雨云，因为小风影响，台东台北气象站伫22点36分测到40度之的高温，是台北站1939年设站以来上高的温度。整个环境风场是以西南风为主，所以在背风侧台东大武这个地区，西南风过山沉降之后，造成的这个极端高温有40.2度。受西南风震降影响，25中昼气象局阁发布柑仔色、黄色高温警报，双北市、花莲县、大东县、南投县等11县市可能出现38度，台北市自市则出现39度7的高温。环保局也一直出动水车降温。前都差不多36度高温警报，我们就会出来。可是今年就是因为都是普遍高温，所以几乎我们每天都是出来作业这样。气象专家评估，今年台湾周边大气环流不正常，7月8月还有机会出现39度以上。高温的状况不断的出现这持续都是吹西南风，然后暖热的空气不断的往台湾这个方向移动，所以今年算是一个比较异常的状况。台北这边也许还有机会再出现同样的这种高温。北部地区高温到25中昼落西北雨，气象局也发布大雨特报，受到中昼过后对流分系发展旺盛的影响，可会发生瞬间强降雨，无稳定的天气会为礼拜一继续到下礼拜二，会到礼拜3了后才会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宣布，解放军对今日开始会对南海大规模实弹演习。专家研判，这摆军事演训就是要反制美国航空母舰在南海演习。也有专家认为，中国军演只是放出政治消息，甲对内部宣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伫推特宣布，7月25到8月初2，解放军在南海雷州半岛附近水域进行实弹演习，更加强调这摆军演的范围真大。这是7月第2摆解放军在南海演习。虽然专家研判，这是解放军空军的年度训练计划，不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不过，依照黑油电视来看，真明显就是针对南海美国甲澳洲舰队地带反制意味真高。目前所知道是对于船只的管制是相对严格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合理的反推，它是以反舰武器为主，对应到美国双航舰早前的双航舰演习。进行美国陆军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再加日本、澳洲在菲律宾海联合军演，中国南海战略态势减低计划平台推特，25也公布，美军派出一架 P3C 也有 P8A 反舰机飞往南海，是在这个月15以来连续11天有行动，加上这摆雷州半岛演习，调高用推特宣告，使用自行舰达到对内宣传目的。中国的军事行动向来都是7分政治3分军事，他都会把它就是做比较高调的宣示，可是实际上参演的兵力跟火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规模。那安尼，澳洲也得到美国二是正式向联合国提交声明，宣布中国对南海有争议领土的主张是非法的。中国跟澳洲的关系更加歹，也让南海紧张情势继续上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和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72点钟内关门，即马期限到啊！中国外交人员也总撤走，宣布把领事馆锁匙交出去。美国这边也真强势，随侧人来硬甲后尾门拍开，入去接管。
中国驻美国休斯顿总领事馆人员赶伫美国下令，要伫72点钟内底关起期限，伫当地时间24下晡4点进前，甲领事馆拢清空。馆内物件有诶变迄入大粪扫箱，其他拢送上货车运走。而真侪美国联邦干员也赶到现场，毋过真明显双方事前无进行交接停书，美方人员根本无倒入去，只用摕工具甲后门卡歹去移入去，这也凸显中美即阵关系真歹程度。领事馆看板已经被拆落来，高升旗也被摕落来。伫中国外交人员撤离过程中，法轮功甲人权人士伫对面的街路上集合，抗议北京打压人权、隐瞒新冠病毒疫情。We are so happy. It's a historical moment that we're happy that CCP has been evicted out from this building. 原本中国驻休斯馆总领事蔡伟一度暗示中方未配合美方命令离开，不过最终依然是如期撤离。而美国国务院24也搁再强调，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长期进行情报收集者非法活动，严重超过红线，美方是忍无可忍。而北京24也搁再讲到这个论点。For years, the CCP has undertaken a whole-of-society effort to steal America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commercial gain, and many of those activities are directed from PRC diplomatic facilities. 为了保护美方甲领事馆关起来，中方24也下令美国驻四川成都总领馆停止一切运作。中国外交部强调，成都领事馆美方人员对家己的行为也应该真清楚。美驻成都总领馆的一些人员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美方对此心知肚明。中美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也有香港这问题关系继续真歹。最近几礼拜，美国也甲真侪中国学者抓起来，指控因在签证申请上隐瞒甲中国军方的关系。而美国司法部24个指出，一个叫做杨中伟的新加坡公民，坦白讲，用伫美国的顾问公司为暗号，替中国情报机关来收集情报资料。记者郑华报道。最后来关心国际消息，香港的武汉肺炎疫情是还未掂，已经连续4天达日拢逼超过100件的新病例。特首林郑月娥证实，中国会来协助去临时病院。不过最近的讨论敢会对全港路禁足令，林郑月娥表示会落草实施。香港第三波武汉肺炎疫情，25个新增加133例确诊人数，高创下单日新冠以外，也是连续第4天确诊人数超过100例。126例本土个案当中，有计程车司机、银行职员、披萨外送员，也增加长照机构住民甲员工确诊。香港大学宿舍也有学生确诊，另外有2名确诊者死亡，总共死亡有18例。香港大學嘅一個宿舍啦，咁佢嗰度有啲同房咧，都有一個初步確診個案啦，同埋有另外一位咧都睇緊醫生嘅。香港特首林鄭月娥25日也喺面冊指出，香港為7月初開始確診人數升懸，經濟可能真煩惱。不過對外界建議採取禁足令，已認為影響真大，萬不得已未安尼做。另外，也證實北京當局要協助港府改裝亞洲國際博覽館，建造香港版的飯倉病院。不過，依家呼籲香港防疫應該趕緊封關。長遠係要定一啲措施，例如個關口嘅開放啊、檢疫啊呢啲，即係唔好再讓好似今次嘅流動再發生。如果唔係咧，你每2-3個月都有一次，咁根本冇可能有快啲搞掂。另外，中國武漢肺炎疫情25大連市衛健委宣布，目前市內有10個確診個案，攏是來自同一間海鮮公司的員工。54名無症狀感染者當中，有46人是這公司的員工甲家屬，是一件大型群組感染。在所有的核酸檢測陽性病例中，該企業員工及其親近家屬所佔比重達到了85%。大連市為22出現本土確診了後，感染人數增加真濟，甚至團結結連。除了全市進入戰時狀態，各要求市民無必要唔通離開大連。新疆確診甲無症狀感染者攏超過100例，疫情是真嚴重。記者綜合報道。歐洲匈牙利這國嘅總理，這幾年來是勞動手打壓新聞自由。英國內上有影響力嘅媒體 Index 也受害 ，Index 70個記者編輯同罪事蹟，數千名民眾也行起啲街頭聲援。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街路上，离时代了几啊千名不安新闻自由和政府控制打压的民众，因举着票语站出来支持该国上大的独立媒体 Index。 Igazából azért érdemes tüntetni, mert egy függetlenül hírportát ugye bedarál úgymond a Fidesz igazából, és ez nem igazán tetszik úgymond az embernek, nekem meg főleg nem tetszik igazából. Azért, mert tájékozódni szeretnénk valódi hírekről, és ez egyre nehezebb, és most már lassan lehetetlen lesz Magyarországon. Index 是匈牙利上大独立新闻网站，看的人真多，影响力大。不过常常批评极右派总理欧尔班的政策，真做当局打压对象。最近和亲政府财团买了真多广告股份，控制网站运作。总编辑杜6月底写文章讲，该公司遭受外部压力，独立性面临威胁。所来在这礼拜被开除。3名 Index 资深编辑加超过70名的记者员工，离世因为董事会无愿意和杜来负责，集体辞職，離開辦公室。 Nem szeretnék egyesével mindenkinek a nevében nyilatkozni, mert ezt nem is tudnám. Nekem ez volt az a piros határ, amitől azt gondolom, hogy a továbbiakban nem tudom vállalni a munkát. 极右派总理欧尔班行民众的意思摆外路线，在匈牙利已经掌权10年，最近开始积极重整国内媒体，甲公共媒体转型真侪政府的宣传工具。李的朋友是甲大部分的私人媒体买来。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指数，匈牙利在180国内底排第89名，是伫欧盟内底尾亚算来第2名。离世暗时，真侪民众来到这场大游行的终点，也就是欧尔班的办公室外口。 提出手机拍出定海，代表要替匈牙利的新闻自由甲头前的路照光。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转来看咱国内，高雄市长补选日期逼我，各候选人是抱死命拼。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找行政院长苏贞昌、台南市长黄伟哲甲屏东县长潘明安来徛台。民众党这边主席郭文哲也搁路南报5疫情拜票。 国民党候选人李美珍在今日新竞选总部，主席江启臣甲大人也来为伊求声势。高雄人给我的教训，给我的教诲，在未来担任高雄市长，我一定会不断努力的。 往前冲！高雄市长补选，民进党第一场造势大会开始，行政长苏贞昌来徛台，佮拍出会做事赶紧冲，甲陈其迈竞选口号连成紧冲连线。台南市长黄伟哲、屏东县长潘明安也来支持，要做南方会做事连线。要选的市长，爱有3个条件，就是爱认真、爱内行、爱了解中央。 因为要认真做，无法度用出年2年拼人的4档。民进党候选人国疫情是调超大的抗击布条啊，目标是罗南高雄的行政长苏贞昌要求恢复高雄市欠缺的通售分配款818亿，为复选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也批评执政党早就该修法。你要拉票，你要解决问题。高雄常年财政负担。 空气污染、低薪，这些人你都不解决，你现在手握所有的权力，立法院、行政院都在你手上，可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解决。以后要欠那多钱，那无借口，但留个借口继续欠债就好了。 啊，不然的话，你中央都执政了，立法院过半了，那你为什么不修那个同舟分配款？国民党李美珍竞选总部也伫2号暗时成立，党内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前主席朱立伦、洪秀珠等人拢出席，要赢住拿赢气势。暗过外界关心前市长韩国瑜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不是会来徛台？ 我们今天本来就没有安排侯市长，因为他现在在新北正忙着市政，那我也肯定他为新北来努力。韩市长我们还在持续联系当中，所以今天的话不会有韩市长。李美珍无过回应论文争议，国民党是点名单叫苏家全、陈其迈、潘明安等，真侪批立赢政务官的论文也应该受到同款标准的检视。 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我们今天也提出来这么多完全一致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苏家全秘书长出来面对？选前只剩3礼拜，那日被加紧催票力度，战火是强强滚。记者综合报道。
三不管无分老人、囡仔是因人应婚。根据离婚联名调查，有超过60%的是大人为新家囡仔讨论安怎使用三不管，甚至有8.3%学生表示，家长甲伊的三不管总摕去。这款情形恐惊会造成亲子冲突。那就给爸爸妈妈用。书啊，还是玩具，还是什么？玩具。问国小学生要怎使用三陪罐，有人讲会交互爸母处理，不过国中甲高中生除了互厝内底用以外，因有其他想法。就去买书啊，把一些拿给家长，因为我觉得自己用不到那么多。政府推出进行三陪罐，无论大人甲囡仔都用领，目的是要进行经济市场。不过这确实有可能引发家庭的冲突。联合联名调查，台湾国中甲高中生的家庭有超过60%未先甲囡仔来讨论三陪罐的用途，也有将近1成是家长全部拢提起，而且只有12.3%的囡仔会用全部留互家己来用。而伫调查中也显示，只有15%的青少年无想法，其他拢有一寡使用的计划，建议家长会用甲囡仔来讨论。其实联合国权利公约有提到，就是孩子有这个表意的权益，12岁以上这些儿少心够大，这个理财的教育，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那你消费券的用途大概多少比例是用在消费？而这回三陪罐用了511亿的经费，也搁再比摕来甲12年前的消费罐来比较。而行政院指出，当年尾也是差了670万块，今年会记出这个教训，采用先点收，尾也才装入去封套，再个封装的方式，而且也使用塑胶片，方便民众较啉，更加会使降低错误风险。对于15开始，全台邮局为进行三陪罐，1269件邮局已经连续2个礼拜六拢加班，本来1礼拜六也要加班，不过考虑这阵已经发放630万份以上，发售量慢慢下降，所以讲这阵想要让员工在1礼拜六休困，免搁再加班。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健保署报告要实施8大类的自付医材收费上限，却引起各界反弹。即马健保署宣布取消该强化医材介绍公开，医界团体也出面主张，唔但爱公布医材介绍的极端值，也要公布甲平均值差偌多。台湾有不少民众有换人工的髋关节，也是心脏假癌的需求。为了避免医材乱划价，健保署在6月时阵捌提出健保自费差价特别材料收费上限的新的制度，要对8大类总共352项自费医材设定差价上限，健保部分给付，差价是由民众家己负担。原定要在8月7日实施，不过外界一直反对声音，健保署临时宣布暂停这个实施的进行。8大类的自付差额特材以及它的各个功能分项都有定出一个标准来。健保署能够透过所谓动态的一个监控，去将市场上的极端值把它找出来，让民众能够知道的话，也协助民众在把关，让这个比价网能够更公开透明。成功病院副院长洪主任对着健保署决定是给予肯定，伊讲医疗产业是高度自律，病人也家己比价，各病院自联的自我约制，袂因为无设下上限，医材介绍就乱划价。比较网的强化固然重要，健保署其实也要努力说，同价不同酬的资讯是否能够充分揭露。而医界会是认为，健保署想要用自费差价医材的极端值方向来管理，欠缺规范机制，管理上限虚东虚设，应该讲过相关的介绍甲平均的介绍的差异，才袂让民众的权益受到损害。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一间海产批发公司，甲各级海产本地保存日期标签糊掉，换打伪造的保存日期，搁销去餐厅、学校。即马互检警查到3000多公斤，也甲负责人等3人移送侦办。有民众检举讲，家己买到的冷冻产品有效日期是假造的，所以讲20由检察官指挥保7总队、3大中队甲卫福部10药署，分做2路，在新北市甲台中市来搜查。海鲜冷冻批发公司4单的负责人，因为冷冻产品卖不出去，所以讲甲公司内底也未卖出去。即笔到期甲过期的冷冻水产品有效日期假造，然后这个转卖给下游厂商。例如说要推销新的饭店，要去扩展它的业务，他都会说我跟
台北市某某某知名餐厅都有在合作，你可以相信我的品质是 OK 的。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假造日期的冷冻产品已经流入各大饭店、餐饮会馆、亲子餐厅加私立中小学。警方查扣进销货单，也有标签机、标签大这事情，并且查到经改后期标签的产品3000多公斤。目前可以判定的就是最后一笔过期的时间是109年的5月。业者一开始都是矢口否认的，还心存侥幸的说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吗？专案依照涉嫌违反食安法、刑法刑事业务顶载不实文书、诈欺债罪嫌，加4单的10人等3个人，该移送新北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国内旅游长时间4月1人顶，台中市政府对高美湿地进行假日管制，却引起业者抗议。另外，也有民众无爱假人客选择爬山。所有人对野地长期用天毒违法占用，和最山友不满。遇到被捕条，高美湿地大头业者就开始想要甲马路封起来，不爱让转盘车经过。协商了后，用抗议表达心声。加出来！加出来！台中市交通局官员是到现场来协商，接下定情书。台中市政府对这个月18开始，一直到10月11日，拜六甲固定假日下晡2点到暗时8点，进行高美湿地车辆管制，改用转盘车来代替，要解决游客乱停车、甲人车相争的情形。头一礼拜就说运6000人次，不过业者讲游客减少真多。以前像上面那个全部是人，站道里面也全部是人，现在呢？变成没有人，人来了，带了小孩，一路从这边一直走过来，可以吗？当然是这部车就较麻烦一丝啦，是爱你爱配合伊迄个这步的时间啦。离南投有名景点一日之线，假日未少民众规家出来佚佗，车厢是人真多，讲话也真大声。要游客伫个火车挖站了后，无依照指示落车，是直接跳落月台，也甲囡仔一个一个抱出来。没有按照那个月台的方向，这样就直接跳下月台，还有在人行道抽烟的，这样素质其实是不是很好。离高山顶民众好也真多，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后，根据18国家公园管理处统计，2021年1月到6月有3819位申请单工，家己一个人爬起去。甲去年比较，人数增加3倍，而伫山厝甲野地更加有山友伫面册顶面写讲，遭到统一形式的布棚占用。所管处要求国家公园范围内底必须依照申请入园的证件顶面的日期加人员来查验，占用也是无名的依法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金棍在宝是人人爱，即马有一款银的念头，互你轻轻松松做出属于家己的破烂堆啊，鱼钩也是手指。甲人创作的老师讲，就是要互艺术行入正人的生活。银色的念头摸起来都亲像一般的念头同款，只是内底掺真油的纯的银粉。大当民众伫老师的指导之下，双手底模啊，就用做出真古制图。歌词指纹，无到3分钟，就一个属于家己的银的作品。压模之前，要迅速的想好要做什么东西。对，比较特别，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还阁经过烘打、小过、磨过，就整做纯度有99.9%的金色。这甲一般的金属银加工真无同。一般人伫厝内底开1000块买材料，亲像黏土共款，捏出造型，各用电磁炉或者是加速炉，等烧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但我们希望的是，它是比较平常生活化，你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制作的小的银饰。这是台东县文化处技术推广教育大众课程之一，主要是用引进多元丰富、各亲民的技术，互民众动手做，互技术进入生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带乡亲最好来关心明仔载天气预报。北部地区是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8度到35度，南部地区是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7度到35度。
还有外岛地区是27度到33度。最好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虎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爱伫你的耳康边讲话的芒啊哥哥。今仔日要绍介的汤拖是牛仔。牛仔汉字写做牛仔，罗马字写做歌乌姑啊。姑第一条，啊第二条。台湾英国互人称号做汤拖的王国，汤的种类是真济款，敢若定壳的牛仔。咱平常时啊，常看到的就有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牛屎龟等等。金龟的金是真光、真筋骨的意思，无一定是金色的。常看到的有青、红铜色、金的、孔的等等。古早时代，囡仔定会甲细条线绑伫金龟的脚，互金龟飞起来，当作放风吹。鹿角龟是囡仔上爱的牛仔，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是汤拖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真仔龟伊的喙像一对针仔。嘛有人叫伊真牛仔、真溜仔糖。台湾的真仔龟种类真济，有的体型甲鹿角龟差不多。乌白来。台湾英国饲牛真普遍，所以迄种会用后骹甲牛屎混做一球的牛屎龟，嘛叫做屎金龟，伊就有袂少相关的俗语。亲像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行火，有诶家己捡无牛屎通行火，煞奇怪讲是牛屎龟，甲牛屎拢扔倒去沼窟内底，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煞怪东怪西。另外嘛有俗语讲牛屎龟天石帮，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的能力有限。专去冒寡做袂到的代志，亲像细细只的牛屎龟，煞想要甲足重的石棒挺起来共款，是无可能的代志。牛、牛仔、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牛屎龟挺石帮，我要来世界行行咧，欣赏人版，搁较侪种无同的牛仔。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